Hello，各位同學仔，大家好啊！咁咧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解一條咧 sample paper question one 嘅 DBQ，咁啊同香港有關，同香港市有關嘅。咁呢條 DBQ 咧比較特別嘅，佢好短嘅，佢都係一個資料嘅啫。OK，資料 A 咁係一個海報嚟嘅。咁然後咧，你見佢就淨係得兩個分題嘅啫。咁啊，其實近呢5至10年嘅 DBQ 咧都好少會淨係得一個資料，同埋個分題咧都好少會係淨得兩個。咁通常都係3個分題，即係 A、B、C 咁樣嘅。咁個分數嘅分佈咧應該就會係3+4+8或者4+3+8。絕大部分都係咁嘅樣嘅，OK。咁咧，你見呢一條 DBQ 咧點解會係即係咁短咧？點解會係淨係得8分，同埋淨係得一個資料咧？個原因係因為咧，佢係啲比較年代比較久遠啲嘅題目嚟嘅。你會見到啊，呢條題目咧係講緊sample paper。咁 sample paper 係即係講緊幾耐之前嘅題目咧？OK。咁啊，呢份 sample paper 咧係講緊2010年嘅時候出嘅。OK，2010年嘅時候出嘅。OK，咁啊，咁點解無啦啦會有一份卷叫做 sample paper 嘅咧？OK，咁中文咧我哋叫樣本試卷啦。OK，咁其實咧佢嚴格上嚟講咧唔係一份真係俾全港考生真係做過嘅試卷嚟㗎。OK，佢咧。就係呢一份卷點解會出現呢？其實就考評局出嘅一份即係一份嘅叫做樣本試卷啦。咁點解會有呢份卷出現呢？就因為喺當時嚟講呢，香港就有呢個教育改革。OK，本身呢就係由舊制嘅中五會考加中七高考，咁係轉型去個新制嘅 DSE 啊。咁因此呢，當時全香港嘅老師啊、學生啊，其實都唔知道新嗰個中六嘅公開考試到底嗰個難度啊、深淺程度啊，到底係點樣。咁因此咧，為咗配合呢個即係叫做所謂新學制嘅轉變咧，咁當時考評局咧就出咗即係喺不同嘅科目度，即係不同嘅科目啦，包括主科啦、elective 啦，佢都會出咧即係都會出一份嘅叫樣本試卷，話俾嗰啲全香港嘅師生知，就係嚟緊新嗰個中六嘅公開考試到底個難度到底係點咧咁樣。咁咧。所以呢份卷咧都幾耐之前出嘅，係2010年嘅時候出嘅。OK，咁喺當陣時嚟講啦，OK，即係DBQ 啊，OK，Paper One DBQ 咧，其實喺2012年第一屆啦，去到2012年第一屆 DSE 咧，去到2017年嘅 DSE 咧，OK，其實咧佢都係一個叫做舊 syllabus 嘅舊課程 DSE，即係舊嘅歷史科嘅 DSE 課程嚟嘅。咁當陣時咧，OK，成個科目啊，嗰個分數嘅分佈咧就係 DBQ 係佔50% 嘅分數，咁然後咧 Essay 咧就係佔30% 嘅分數，咁然後 SBA 咧就係佔20% 嘅分數嘅。咁所以咧當時 DBQ 咧就唔會好似而家咁樣講緊 Paper One 滿分係60分，咁以前咧係50分嘅啫，50分咧佢就有4條題目嘅。咁所以咧，其實50係除唔盡4嘅。OK，咁你冇理由一條題目係可能12.5分咁樣噶嘛？咁有啲題目咧，可能係8分，有啲可能9分，有啲可能10分，咁有啲可能係14、15分都有。OK，咁因此咧，其實喺頭幾屆 DSE 啦，OK，頭幾屆 DSE 咧，其實佢每一條 DBQ 嘅分數唔係好均等啦，有啲題目咧可能個分數就少啲，有啲題目個分數可能多啲。咁呢條題目咧，佢就係分數比較少嘅題目嚟嘅。OK，咁呢條題目咧難度唔高，我哋好快可以講完噶啦。好，佢就話啦，可唔可以咧從呢個資料 A 咧去指出得到啊？指出得到咧，香港啊喺當陣時面對嘅一個社會問題咧，佢哋根據資料 A 去解釋你嘅答案。好啦，咁啊睇一睇啦，呢個資料咧佢係一個海報嚟嘅。OK，佢係一個海報嚟嘅。OK。佢咧就唔係一個漫畫，佢唔係一個漫畫。而緊記啊，通常咧我哋解讀海報咧係會容易過解讀漫畫嘅。點解咧？因為喺漫畫喺一個歷史嘅漫畫入邊咧，通常佢都會存在咗好多嘅比喻或者好多嘅類比嘅。譬如 let's say，如果你見到一個有關於冷戰嘅漫畫 ，OK， 咁你見到隻鷹可能就代表美國，見到隻紅人可能係代表蘇聯，係咪？好啦，又或者如果你喺你喺一啲有關於可能係2次世界大戰嘅漫畫入邊，係咪？好啦，你會見到咧漫畫入邊嘅人物咧，可能佢哋會有唔同嘅動作嘅，可能係攬攬錫錫，代表兩個國家關係好緊密；可能咧係有兩個國家佢哋互相咁樣冚大家一巴，代表佢哋嘅關係咧係十分之惡劣咁樣。喺漫畫入邊咧，你要詮釋嘅東西好多，又或者你要去解讀嘅嗰啲比喻好多啊，解讀嘅嗰啲比喻好多啊 ，OK， 或者類比好多啊，咁所以咧，其實解讀漫畫係會比較難嘅。但海報咧，其實佢就唔存在任何類比，因為佢唔係一個，因為漫畫咧係通常用嚟諷刺時弊，用嚟去評論當時嘅一啲歷史嘅事件嘅，或者評論當時一啲國際嘅局勢啊，或者評論當時嘅時局。但海報咧，佢就唔係用嚟評論一啲嘢嘅。通常海報咧，佢通常係比較咩咧？大家寫一寫咧，海報咧通常係比較 informative 一啲嘅，通常係比較資訊性一啲嘅。但係漫畫咧，佢通常係
commentative 一啲嘅，即係佢係比較評論性質多少少嘅。OK， 咁因此啦。當海報唔係有好強嘅個人觀點去評論嘅時候呢，其實我哋會容易啲解讀到其實個海報係想表達啲咩嘅。好啦，咁你會見到啦 ，OK 呢個海報呢，佢有幾個關鍵字眼啦。首先第一，生育啦，然後就係計劃啦，同埋負擔。咁英文呢，佢都有一個咁樣嘅，即係佢呢度有個英文嘅解釋嘅，佢就叫做Don't be overburdened, plan your family。OK， 生育有計劃，可難免負擔。好啦，然後呢，佢呢個係一個家計會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咧，去即係畫嘅一個海報嚟嘅。OK， 好啦，咁緊記啊。OK， 喺1960年，喺1950年代啦，去到1970年代嘅時候咧，香港咧就經歷咗呢個 baby boom 啊。即係我哋叫做嬰兒潮啊。OK， 咁啊每一年咧出生嘅人口都好多，咁因此咧就造成香港咧嗰個土地供應不足啦，造成香港嘅資源分配不足啦，係咪？甚至乎香港咧冇足夠嘅房屋同埋土地俾一個即係不斷地上升嘅人口。咁因此當時咧香港政府嘅家計會咧就推動咗呢個叫所謂計劃生育，就同人講話啊，唔好生咁多小朋友啊。生2個就夠晒數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就唔係噶嘛，而家呢個社會咧就係叫人反而生多啲會好啲，因為香港個出生率低啊嘛。但係呢段時間咧，香港個出生率就太高，人口個上升又太快咁樣。咁所以當時咧家計會咧就會出咗咁嘅 poster。就係叫啲人咧，生育有個計劃，唔好生太多，咁咧你就可以減輕你自己嘅財政同埋經濟負擔啦。咁你見到呢個 poster 入邊咧就係點咧？一對夫婦係嘛，佢哋孭住2嚿嘢啦，OK， 孭住2個籃啦，入邊有2個籃入邊咧分別係好多小朋友同埋一間屋。係咪？咁你會見到咧，佢2個個樣咧都係比較凄慘。OK， 2個樣咧都係比較辛苦嘅。OK， 好啦，咁所以啦，其實呢個漫畫佢想表達嘅香港或者呢個漫畫唔係呢個漫呢個海報想反映嘅嗰個社會問題係咩咧 ？OK， 好，後邊 marking scheme 都有講嘅，好明顯嘅就係叫做 housing congestion 啦。OK， 即係房屋供應不足啦，又或者香港嘅嗰個普遍家庭嘅嗰個嘅family size， 一個家庭嘅體量太大啦，人太多啦，又或者咧就係普遍香港家庭嘅經濟負擔都好大啦。OK， 咁啊，你作答嘅時候咧，同樣地都係有晒答案、引文解釋3者咁就可以㗎啦。OK， 咁啊，我嘅答案就係點樣 ？Family size being too large was one of the social problems。好啦，根據資料 A， 咁啊描述嗰個嘅海報啦，然後緊記一定要有翻 explanation， 一定要有翻 elaboration 啦。OK， 好啦，咁呢度咁樣講嘅，我就換句話說啦，養育小朋友 raising several children in a small house was a challenge and burden for the families at that time。OK， 咁啊喺一間好細屋入邊咧，去養育咁多小朋友咧，對於大部分嘅家庭嚟講都係個挑戰。好啦，因此咧，當時嘅家計會咧就會鼓勵市民咧去計劃生育 ，OK， 唔好生太多，從而咧去減輕佢哋嘅財政負擔，好冇？就係咁樣。咁即係換句話說啦，做呢種題目嘅時候咧，緊嘅我哋係形容咗個海報。之後呢，我哋一定要有翻自己嘅 own words 去解讀、去 interpret 個海報。緊記做歷史資料題，一定係先 describe， 然後 interpret。特別係講緊啲漫畫題或者海報題，一定係要係點樣？一定要係先形容，然後呢再詮釋嘅。明白我意思 ？OK， 好，今日呢，我哋可以再睇一睇。個 B 分題啦 ，B 分題比較簡單嘅 ，OK。B 分題咧，佢就話啦，你認唔認同咧漫畫 OK？ 漫畫所顯示嘅香港社會嘅情況咧，仍然啊適用於20年代末。好啦，20世紀末。好啦，咁啊20世紀末即係講緊1990年代啦。OK， 咁大家如果有溫過書嘅話咧，都會知道啦。其實去到1990年代末嘅時候咧，香港嘅出生率咧已經係大幅地下降噶啦。香港嘅出生率啊，已經係大幅地下降啦，同埋咧都開始出現咗一個人口老化嘅問題。咁樣似啦，同埋再加上咧，香港嘅經濟咧係發展得越嚟越成熟啦。香港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啦，係咪？香港人嘅生活水平咧，亦都係有顯著嘅提升咯。所以啦。呢一個海報所反映嘅社會問題，即係包括頭先所講嗰啲乜鬼嘢 family size too large 啊，又或者係 housing congestion 啊、huge economic burden 等等咧，其實已經係不再存在㗎啦。OK， 好，咁咧但係你見咧嗰個嘅 marking scheme 咧，佢係有 appropriate 或者 inappropriate 嘅
marking scheme 嘅。咁所以其實你答兩邊嘅立場都得。咁但係當然你答 inappropriate 咧係容易啲答嘅。好啦，咁但係要提醒大家一樣嘢，就個 B 分題咧，佢講到明咧，淨係要你用 own knowledge 去作答，用個人所知去作答嘅啫。佢係唔需要利用到嘅，佢係唔需要利用到資料去作答嘅，因為資料佢所顯示嘅狀況，即係1966年啊嘛。但題目問你嘅係20世紀末啊，即係1990年代。咁因此啦，呢一個嘅資料咧，一定幫唔到你去作答 B 分題嘅，好冇？就係咁樣。咁但係咧，我要強調一樣嘢，就係呢條 DBQ 咧，都係一條比較舊啲嘅題目。咁因此咧，其實近呢5至10年嘅題目咧，基本上好少啊。嗰個 DBQ 最尾個分題咧，係淨係要你用個人所知，通常咧都會要你用埋嗰個嘅資料嘅。OK，咁因此咧，呢種考法咧，其實喺近呢幾年嘅 past paper 咧，就已經唔係再係咁常出現啦。好冇？就係咁樣。OK，今日呢條 DBQ 咧唔需要講好耐，比較簡單，好冇？咁我哋今日咧呢條片咧就呢條題目咧就嚟到呢一度啦。